咱要用这首歌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哦。我当行永我个新的路，我当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当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当行伫永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成就引带我，我当行伫主永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成就引带我。来这边的兄弟来，我搭行伫永我个路，我搭行伫。我这边甲楼顶来，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成就引带做伙来，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搭行伫永我个新的路，我搭行伫新的路，伫每一日，耶稣应伊的成就引带我。咱要来感谢咱的主，咱上帝吼，恩典满满，互咱有侪侪料想未到的恩典，毋是拄拄啊好，是特别安排。咱也承认讲，伫咱人生的道路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阻碍，有一寡阻碍，阻挡咱得到恩典咱承认。可能因为咱的关系，所以咱来读上帝话吼，做伙来。我是门，通过我这个门入来的会安全，通出入，各位找到草包，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抬、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加真丰盛。哦，咱的主来就是要互咱丰富的生命哦。来，过来，也看家己的罪过，一定袂行通；认罪悔改，一定得到怜悯。咱来学乐感谢这位上帝啥？伊是救恩的门哦，伊是享受活命、丰富的活命，伊要供应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是咱这位上帝哦，要怎得到，要怎入去哦？咱来承认，咱家己的亏欠，咱家己做，咱会当得到怜悯，是因为伊疼咱哦，所以要拯救咱。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吼。咱求上帝慈悲怜悯临到伫咱，互咱找到这条恩典的路。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这中间来感受到伊的疼，伊的同在，伊的祝福。哈利路亚，主，阮儿女感谢你，你恩典满满，甲阮三同在。哈利路亚，主，你是阮祝福，甲阮同在主。哈利路亚，主，你互万人得救，无愿有一人沉沦。愿奉你的名伫遮来祝福愿兄弟姊妹，每一天充满你的恩典、你的同在、你的平安，甲你的恩宠，听阮的祈祷。主要怜悯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做罪人的时，你享受这个救恩，通天的道路，耶稣基督就是迄条活路，互阮通借着信心来找求你，你是救恩的门，帮助阮用信心进入你恩典的门、救恩的门内底。今日阮众兄弟姊妹拢诚做受恩的囝儿。也透过阮领受真做你荣耀的见证人，互阮会通透过无论是线上，也是阮实体的礼拜，阮拢会通做伙参加组织学乐敬拜。愿阮的学乐敬拜你得到你的感纳，也愿阮伫阮的生活中间看见你随时的同在。感谢主，听阮伫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兄弟姊妹，请坐。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心心灵哦，咱每一遍咱找求伊
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回复少年亲像鹰鸟，向你永驻。这是上帝要互咱的一个应允吼，要亲像鹰鸟体息飞悬。所以咱面对这个大环境郁闷咱的心、咱的灵受到影响搅扰。主耶稣来就是要帮助你我会当伫遮得到自由，得到透放，也影响到咱的婚姻感情、咱的产业。对今仔日个经文，你通看伊讲上帝开路，互迄个无变做有。伫事业工作，咱会通看见敬畏耶和华的免领受丰丰富富恩典大大细细要得到福气。毕业即马6月做这主题，因要伫遮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咱今日咱要说的这宣伊嘛是要进入到大学进入到研究所感谢主。咱也祝福这咱的子弟，因在升学业的时阵，因会当有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人甲人的中间有好的一个建立的关系。阮上帝所咱，因为伊正做咱的中保，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咱那兄弟姊妹你伫心灵伫这几方面有需要祝福的，你会当徛起来，也是坐咧坐着，你唱欢咧来感谢、祈祷、恳求，上帝就要将啥出人意外的啥平安赏赐你好，邀请主讲，你将做我灵思想感情意志的主。那安尼伊是全方位的来帮助你。咱开声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代祷，你就起来。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哎呀，主啊，阮感谢了你，阮来到你心宝座前，阮找你就互阮找着，拍门的你就为阮开门。阮伫阮的心灵需要，阮有做这的读解，做这的郁闷。恳求上帝你，是阮祝福，透帮阮得到自由。你的心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特别阮面对着伫这个世代的瘟疫，互阮无惊吓，会当闪避伫这个确诊的中间，你也保守阮，让有人赢过这被困。愿主是阮祝福，帮助阮。因为你是享受勇敢、享受健康、享受平安的主。主啊，阮为着阮兄弟姊妹惊吓的主，你享受因勇气伫遐面对。愿主你也是阮主，你是做阮逐世代、逐所在徛起的帮站。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是伫阮的生命中间，正做阮的倚靠，患难中及时的帮站。伫阮失去的中间安慰，愿主你来是阮所，阮心灵会当勇敢，因为你的话会互阮的心神活起来。当阮读你的话，你的话就照跟阮头前的道路，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行伫主你恩典的陪伴内面。特别上帝，你知影阮失去的郁闷。哀伤、不甘，恳求你用你的听、你的安慰来扶持阮的兄弟姊妹失去亲人迄款的哀伤。你的心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愿主是阮祝福，供应阮到夜阁有春。我用信心大大开喙，你就大大充满伫阮的生命内底。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咱的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
听因的祈祷恳求，照公道对待因，佮赦免遐个得罪你的子民。我的上帝啊，但求你开目睭看，耳孔听伫遮所献的祈祷。咱的上帝是听人祈祷，有耳孔会听，毋是人手所做遐个偶像所以咱为着咱个人甲上帝有好的一个管道，逐工拢甲伊赖一下，甲伊祈祷一下，你会通领受对伊的智库，对伊的迄个智慧的库房领受，你所需要的智慧伊就充满。咱为着今仔日受洗有年厝较低，有年厝较悬的有咱的富儿姐甲杰轩因两人要伫上帝甲正两人面头前，因经过一段的努力，咱也感谢这个吴爸爸真开通你若找到你的信仰，你去所以吴爸爸家庭未信主，总是伊互查某囝对教会就开始伫咱的品格因伫遮，咱看见这个查某囡仔真乖，有迄个好的品格伫遮中间的一个成长所以会通互家长放心啦所以愿上帝来施恩赐咱为着因两位来祈祷来祝福互因真做蒙恩的儿女得到大稳定的福气的子女咱为着咱本周咱过来，这夏令营要开始为着咱的这长老这杰轩系列这种执行长对较早学员志工这样成长，这样会当负责有看见因的成长因为上帝圣神甲因三个同在，互咱整个的礼拜咱有当顺遂。咱也为着第4区、第4区咱的苏清长老副长两位小组长志鹏、邱元这两位小组长，咱面对这病毒的时阵，咧牧养无简单的所以通伫遮透过彼此的这款的服侍带导兄弟姊妹，特别咱的富儿姐就是透过安尼彼此安尼祈祷互伊安这2年安尼起落落安尼积回决心要来信主所以咱做伙伫遮来祈祷，咱一个祈祷就好，咱开声来祈祷，咱恳求上帝施恩所，咱甲上帝讲为着无事来祈祷分享开拓上帝话，互你会通晓悟，会通明白，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阿罗感谢你，因为你是国外的主，你是赢过死亡的关系的主，你所阮三个主教落敬拜，感受到你的疼爱。哈利路亚！主帮助阮会通伫你的手恩下面互阮会通伫遮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愿主施恩伫阮的中间来帮赞。哈利路亚！让阮你国外关联会当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你的百姓拢会当找到你愿主你是恩赐。听阮的主，阮的上帝。你临在伫你的圣会中，你的名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阮三个同在。阮伫你的同在内底，心袂安的要得到平安。头前的路毋知安怎行的，你为阮开路引带阮。有做病痛的，你是大医生，医治阮的心灵。你是迄位祝福满满的主。因为你是迄个源头，所以阮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就要将阮所需要的，阮的日息，要赏赐互阮，互阮会通伫遮教育有存，佫会通诚做分享的人。所以阮今仔日的礼拜，看见2位因要洗礼名要归入你的活命册。天顶地下拢欢喜，为着因伫遮来欢喜快乐。
因伫你的眼中是宝贝。也愿主你的圣神来感动阮在座也未领受这救恩的，伊愿知影你为着因避办永远救恩的等待因。阮即时也要同心用主耶稣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愿顺望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佮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望。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罗上帝圣诗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心神你着唱歌，我要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我创造的天地，全能主上帝，是我救主。上帝照顾人类天命，赐归温泉，赐福天的赞，这山坡宽险过，只愿主上帝，我的心是我的心。请咱有缘兄弟，咱同心来祈祷。叫求阮诚做你的囝儿的主上帝，你是创造天地、天顶地的上帝。阮的心要对你来唱歌学乐。你也照顾阮正人类通过富贵的运转，享受阮所欠缺的，阮要学乐感谢你。主，你是疼痛的主，感谢你救赎阮，诚做你的囝儿，互阮伫软弱、沉沦、担忧、惊吓、病痛、灾难，也是犯罪的时阵，拢经历你的权能。你将阮安下伫你的教会中间，
互阮短促的性命得到休喘，不安的灵魂享受安息，脆弱的身躯得到恢复。我要感谢俄罗你。今早起，阮阁一摆来到伫主的圣殿，恳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阮相信，只要阮倚靠你，主耶稣会保护甲救赎，要成做阮的帮衬，随前阮一切不义。我要感谢你的恩典，阮欢喜看见你亲自拣选的囝儿。今早起要伫上帝甲圣人的面前告别因的信仰，承认主你是因一生的救主甲倚靠。相信通过圣神亲自换手伫因的心上，今早起的洗礼要成做因一生恩典的记号。今早起，阮也要通过圣礼典来领受你的恩典。主耶稣的身躯为阮拍破拯救阮的性命，就是对天来的真饼。主耶稣的宝血流出，由阮牺牲，就成做活命的水泉，互阮得到永远活。求你来帮助阮，阁一摆通过圣礼典来孝念主耶稣为着阮牺牲、受苦、受逼迫、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恩典，又通过今早起甲主同齐道，阁一摆来决志学习主的款式，一生来跟对你。这是阮当心来到主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恩典。由你差遣圣神点伫阮的中间，充满伫阮的会中，也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将你的话语刻掉伫阮的心中，成做阮的帮衬，互我领受圣神的恩典，好打面对人生的试炼，赢过世间的征战。愿主圣神保守阮，用感恩来相听，用扶持来仰望，用娱乐来信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谢谢。咱首个来启应文第61，是对以弗所书第2章来的。启应文第61。恁遮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改变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同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人。包括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个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成一殿归属主。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念的诗是主啊，我属你。
接下来领受上帝为圣经记载伫路得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旧约圣经路得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和本圣经第332面，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的圣经第495面。路得记第4章，咱要对第1节读到17节。波斯来城门口坐落去，伊所讲迄个至亲拄拄见过，伊就讲。兄弟啊，请过来遮坐，迄个人就活转来坐。波斯阁请城内10个长老来，甲因讲，请遮坐，因就坐着。波斯就对即个至亲讲，对摩阿地转来的拿俄米，要卖咱的兄弟以利米勒去块地。我想我着甲你讲，你着伫坐伫遮的人甲民间的长老面前买转来。你若要尽义务。甲伊买转来，就互你买；若就甲我讲，互我知，因为无人比你搁较有权通买转来。过来才轮到我，迄个人就讲，我要尽义务来买转来。波斯讲，你对拿俄米的手买地时，嘛着带死去的人的某摩阿女子路得做某，通替即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即块土地。即个至亲就讲：若安尼我毋买，则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互你买，互你尽义务，我也无要买。照以色列古早的风俗，人要确定赎回还是交换产业的手续，就转回交互对方。以色列人用安尼做合约的证据。迄个至亲就甲波阿斯讲：互你买，伊就转下互波阿斯。然后波斯对众长老甲所有人讲：今仔日恁是证人，我对拿俄米的手买一切属以利米勒、马伦甲基连的产业。我嘛要带马伦的某摩阿女子路得做某，通替死去的人保留伊家族的产业，才免伊对家族甲本籍受污名。今仔日恁拢是证人。所有伫城门口的人甲众长老拢讲。阮是证人，愿上主互你带入门的某，亲像瑞吉甲利亚建立雅各的家。愿你伫以法他成做大财主，伫伯利恒有好名声。愿你的家就是上主通过这个女子赏赐你的后代，亲像塔玛甲犹大所生法律书的家相款。第13节，波斯就带路得做某。波斯甲伊同房，上主互伊怀孕，伊就生一个囝。妇人拢来甲拿俄米讲，照上主得到称赞，因为伊今仔日互你一个会当继承你的产业，佮照顾你的人。愿这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名声。愿伊恢复你的元气，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因为伊是疼你的新妇生的。这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拿俄米就抱这个囡仔伫胸前，声伊大汉。厝边的妇人讲，拿俄米得到一个囝啦，因就甲伊号名叫俄比德，就是亚西的老爸。亚西是大毕的老爸。以上，只是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由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是听找到出路。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互人会当亲近的主。你无嫌阮的身份，你无嫌阮的才能，你对阮来呼召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拢会通就近你。你的心意就是，互万人得救。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无愿意有一个人找无到这条永远的路。感谢主，透过福音，互阮认捌你；透过你的话，偷放阮无受绑伫迄个无梦的中间；透过你为阮开一条路，互阮看见阮未来的命运。
求你的圣神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才安尼去行。阮拢诚做得到大恩典的今日。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感谢主，每一遍啊，会通伫这疫情中间看到你看到咱兄弟姊妹，迄是我欢喜的事。我拄仔咧甲小华姐讲，哎呀，看到你出关了吼！实在是咱这年长者，也是这细囝吼，咱面对这个世代看袂到的病菌，不断的咧变种不断的变种，互咱的心惊吓。不过，咱有主通挖靠，互咱无路的时，要哪找到迄条路？咱若看到红红火开，咱就知影啥物款的季节来。毕业的季节，咱这细个感官伊要对中原大学，哇，即嘛要转去伫台科大，我伫迄个中间需要有创意，伊咧写程式。伫这中间需要有对上帝来智慧，所以咱要连接伫迄个智库、智慧的仓库，也是讲迄个终端机，就互你有无尽的即款的智慧，因为伊是智慧源头。检测这少年人，因穿着迄束学士服，感觉足欢喜，有这个毕业的 party。伫遮欢喜，但是欢喜的背后安怎？人讲毕业就是，迄是恁讲的人对人来讲无啦不过对大部分人来讲，茫茫渺渺，特别是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敢是？有的人就选择延毕，有的人就选择安怎？搁读选择做兵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讲，面对未来出路，唔知要怎行，未来的路在哪里？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为疫情会影响遮真侪的大公司，因本来要定遮的人才入来，结果咧，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暂停，内部的人事伫遐缩减，所以冻结他的内部人士所以伫遮真侪产业嘛是凄惨落魄。咱足想要出去佚佗有无？有想要出去，是这无出去佚佗，安尼感觉足。我嘛足想要出去佚佗，总是安怎？因为这疫情，咱惊拄着这个危险，所以航空业在调机制，对无？咱是咧调剂，咧调机制，你知无？所以伫遮无法度出去，所以因伫这航空业就安怎挨惨啦。所以有真侪这个制造业受侪个挫折。所以因为安尼，咱若看见这个未来的毕业生的出路嘛是需要烦恼。恁兜若有这个要毕业的你就会为着伊头前的路，毋知要创啥。读的甲要做的。唔知有共款无？即马绝大部分拢安怎？学不以致用，学的甲你所要做其实差足济所以伫遮因的出路是伫这大环境中间一大挑战。咱来看伊讲，今仔日有咱的姊妹问牧师，我搁录要拄到当时啦，录倒去。愈甲今仔日见完结篇啦互咱会通伫遮来看讲，其实毋是讲今仔日看完结篇要煞到今仔日你我，甲我有啥物关系？有足大的关系。若无落地生即个囝你我无坐伫遮咧，有可能无坐伫遮所以连面咱会来看。所以面对拿比因一家。足有才调伫基远移民，到伫摩押，咱小回顾者总是无拍算伫中间要找活路，结果死路一条。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失去伊的倚靠，伊的丈夫，伊的囝。这若对迄个当时的一个福音人来讲，迄是伊的生命全部咧倚靠的。
也无有这个专长。即卖妇女袂要紧，伊阁会通找到一个工作，对无？有一技之长，但是迄个时阵无咧，所以失去伊的支持的体系，也失去迄个经济来源，失去迄个价值，也因为人来挖，所以翁无伫，囝无伫的，我活咧敢有价值？所以迄款的价值观就会开始想讲，我活咧佫有啥物款的意义开始有呀？失去迄个认同，我即马在回顾，互咱知影讲，过去因伫迄个失去的即个时期中间失去认同啦。伊即马吼，就是可能有人讲，你就是无认同本土，你就无认同这故乡，所以你就拄着困难，你就走咧弄。阮这无才调就留咧遮。过去咱的环境嘛是安尼，可能咱会感觉讲即马转来了后，回来之后，遐回应人，迄毋是安怎？哪有米吗？莫叫我啥？哪有米？叫我妈啦，我苦袂了，毋是亲像过去的甜蜜蜜、甜蜜蜜吼，小甜甜对吧？我是安怎苦袂了哦。所以伫迄中间，咱有看样失去迄个认同，所以这三姑六婆干嘛讲？讲到变样死好啊！像甲恁要离开上帝，要离开故乡，检测有可能有这个妇女的，早若知后，你就莫出去啦。哦，咱拢无法度去评论。所以伫这中间，伊失去的新妇，哦，伊另外一个新妇，对无？还好，阁有即个路德，甲伊做伙倒转去吼，失去自我，所以拄仔讲，莫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啥？马拉苦啊！迄个失去自我，我过去是啥物款的人，我今仔是啥物款的人？失去未来，迄个亲情毋知有搁伫的，迄个人情世事毋知搁伫的无？啥物人会通甲阮帮衬阮两个即个吼？无依无我的哦，即个大家新妇哦，所以失去遮，咱看对咱来讲，你有失去遮无？咱拄当有失去亲人的吼，失去妈妈，失去咱的爸爸，你会通体会无？你若无失去，你无法度去体会。你着爱行过，你若知影讲，你受安慰过，你才会通真做别人的安慰的。所以拄伫迄哀伤、伫迄哀伤的中间，你有法度体会无？有时候，莫讲伤济啊，你着陪伴伊伫啊，莫讲伤济。你有经过，你就知。伫迄面对失去的中间，咱有看，哪后面失去啥？青春啊！失去迄个机会，失去金钱，受尽沧桑，搬山过岭，转来到特别旅行。较早一个牛失的所在，出产牛失的粮仓啊，竟然因为饥荒得土地人得罪上帝，土地受咒诅土地生不出来，所以上帝看顾伊的百姓，所以回复看顾，然后呢，倒转来亲友，迄个关系，迄无搁再有过去迄款的。意气风发，迄个热情啊！你若拄着这困境时，可能你一时失去迄款的一个你的 passion， 你的热情。你检测对你的信仰，可能我信的敢对，敢毋通帮助我吗？遇到困境的时候，拄着困境的时候，这个信仰可以帮助我吗？失去健康。拄啊，咱兄弟讲我这安尼，讲对啊，共用几年啊，对毋对？40岁进前糟蹋身体，40岁以后互安怎？身体糟蹋啊！这咱拢有感受啦吼，这算遐疼，就是安尼。这脑密嘛是相关。我未来路要安怎？所以面对失去这个，咱要安怎面对哦？怎么样去面对？感谢主，今仔日结局完结篇，就是互咱看见一个出路。
所以伫即个出路中间，无长，总是真温暖。结局也稳从上帝迄个拯救，煞到伫今仔日。戈比德到底因为伊的出世，我感觉足奇怪。名佫毋是因家己好，啥物人甲因好？恁拄仔拢无看圣经，厝边啊，遐三姑六婆无甲好势咧，我嘛感觉足奇怪。咱若咧好囡仔的名，拢嘛无我家己好，无阿公对无？阿公无管，是哦，安尼哦，是啊，所以伫迄个中间，我嘛感觉足奇怪啊！我迄个厝边底下好名咧，啊无啦叫做俄贝德啊，个彼得。不过伫即个中间，咱看伊讲波阿斯伫迄个见证人的头前，伫遐来见证，我来赎回因土地，然后咧带路得，所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互因咧担心我未来生活无毋捌。所以伫即中间，咱看因为有正道的遮个律法来解决，连面咱来看，人要用家己的法度，要来安怎得到即个目的，袂使啦。哪有比伊家有伊的想法？咱连面来讲，你就知影吼。所以伫即中间，上帝互迄个拄啊好，互迄个改变的结局。会通伫遮，互咱看伊讲，上帝今仔日也要透过这个彼得，透过大笔，即款的连线落来，即条线到伫耶稣基督，今仔日看伫咱的身上。你今仔敢有坐伫遮，上新的就即两位坐伫遮。所以这段圣经甲恁有关系，与你们是有连结的。所以伫遮咱来看，今仔日要透过这段圣经有两个目的哦，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明白准备这条稳定的路，宋朝的旅游，有一个游山西村，咱作写的哦，山穷水尽，安怎？疑无路，山穷水尽疑无路，过来咧，柳暗花明，佫看到一个哦。一个远景，一个村，哇！意思就是讲，那就无路啊，无酒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要安怎找到迄条路最要紧啊？上帝甲咱陪伴，你看有到无？哇，有看到啊，有看到啊。所以人免啊，伫遮来找到，来得到，佫较要紧。你毋是干那看到尔。看到爱得到爱领受会到，这毋那足要紧。所以今仔日透过这个立约洗礼，因伫迄个久长，也是讲伫迄个时间性的过程中间，讲甲上帝相应也好，也是讲伫迄中间，要安怎努力去得到，但上帝有伊的拄好，甲伊的改变。好，咱来看讲，咱每一个人若拄着困境、失去的中间，安怎来等吼，要哪等会到，还是你等袂赴？咱看见那后尾，伊想要伫遮安怎用该方法，诚紧会弄破碗，你知？伊甲路德安怎的方法啊？伊主动去争取，总是对当时的道德挑战。那用咱今仔的方法来讲啊，伊甲那后尾甲路德用啥物跳？甲你的边仔讲仙人跳，敢毋是？对啦吼。所以为着咧达到目的趁伊安怎趁伊安尼有啉啦，啉了伫遐困的时吼，毋知你就腾腾的倒伫个边仔安尼吼，这毋是仙人跳无啥物。那后尾哦，真正有当时咱聪明会去互聪明误着啊。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拿俄米伊爱路德，照伊的计划方法伫遐做，毋通透过伊的方法来达到啥物？迄个赎回，迄个至亲，但是毋知影讲佫有第一顺位。所以诚紧有人才弄破碗。所以遮就是讲伊叫
路德安怎去做吼？这就是好像就咱即摆讲的仙人跳，生米煮成熟饭安尼吼。但是感谢上帝吼，波阿斯是正人君主，对吧？好，第二就是安怎？伊为着要达到目的，主动的中间，路德爱牺牲的，伊的明节、敏捷、贞洁，伊的敏捷，过来咧，伊可能会被拒绝。无彩我对你印象遐好，你哪会做这款的？对不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呢。但是这个波阿斯真明理啊，伊知影讲哦，这可能背后有大家在做导演啦吼。实在是怜悯伊吼，讲你免安尼吼。我甲你保证哦，我会努力。因为我毋是第一顺位，第一顺位，还有另外一个至亲。佫较瓦近的，顶礼拜吴牧师咧甲咱讲这至亲，对吧？所以伫这中间，我要解决这代志。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第一个用家己的方法，可能会拄着困境哦。所以这嘛是互咱提醒。所以半暝咱看波阿斯翻身哦，感谢伊是一个正人君主，所以伫遮伊无有即个介有即个性的关系，所以伫遮我虽然有义务，但是过来咱看伊爱面对的。路德咧讲着讲你带我啦，你是至亲，你爱赎回土地啦，小弟爱安怎？伫遐来继承带这兄嫂啦，这是顶回咱咧讲的小俗婚姻制度。迄个赎回包括土地以外，搁安怎带这个过往的，要互因的命，因的太太，要互因的名会通继续留落来，无因为安尼，遐名、遐承接拢无去。所以伫遮圣经讲要延续迄个世系，所以你也讲，即款的过程无用家己的方法，不用自己的方法。过来咧，伊就爱解决这困境、这问题，对吧？第一个就是迄个至亲啊，伊第一顺位，伊若要买，买落到地，伊若要甲带，带来转伊毋知会好款待袂，因为佫有囝啊，表示安怎？有某无？有啊。转伊的家庭有啥物问题无？会去用苦毒啊袂？所以这未来拢有问题。所以伫遮爱解决迄个属业至亲的这个问题。所以，咱看今仔日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在城门口，对吧？波阿斯照律法、婚姻当时的制度，伫遐来做，无一点互人徛伫遐徛去哦。所以第二就是讲，未来归属，就是伊要去甲即个至亲讲第一顺位的，即个变化拢无法度掌握。所以这是咱来面对哦。对安尼来看，伊讲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因为顶回我甲咱分享过哦，咱咧来看讲伫圣经内底的困境，伊所面对。对迄个圣经内底困境来看，咱今仔日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咱所踮的这个环境，甲咱有啥物关系？我有面对这失去，还是讲无路通行，还是无法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无？迄个优先顺序，你是要用你家方法来瞧，还是上帝啊？你来互我有智慧来解决。所以上帝互波阿斯有一个智慧，安怎伫遮来甲路德讲？咱做来读来。今暝你留踮遮等天光，伊若要对你尽义务啦，所以有一个问题来解决。好，伫遮咱看讲即段圣经3-4节，书会拄好有甲咱读过，所以互咱知影讲迄个优先顺序，伊爱去面对的，这是头一个，就是讲咱拄啊看到圣经中，甲面对咱伫这世代，咱有啥物款的困境？圣经中的困境，甲你我踮伫你的生活中间，有没有什么困境？这就是咱咧听讲道爱互咱想，要对圣经来。找到有出路啊无？有没有福音？有啥物好消息要甲咱讲？
所以伫听的中间，咱看波阿斯有听路直啊无？听了伤超过啊，对无？对伫工人的后壁捡，就互伊甲女工做伙捡。伊毋捌世事，伊毋捌迄个捡的规矩，可能伫迄个北困的即个未遂困的中间，搁去人抽。若伫当时讲淘汰啦。但是波阿斯讲啥？你毋通甲动，毋通甲创治，搁对迄个困好的，搁抽出来互伊捡，哪有遐好诶啦？人讲这老少配啊，对吧？所以伫遮咱有讲，伫这中间对饥荒要转变做丰富，路德伊用信心看。顶回有甲咱讲，伊家己大家讲，我出去若得到啥物人的亲切，啊，种我蒙谁的恩，对吧？我就对伫遐，伊是用一个正面的信心，毋是讲我出去今仔日啊，人生地不熟，我拢无识。路草也无识，出去毋知捡有无？伊袂想用负面的，咱常常拢有负面对无？即个去青疏嘛，陌生，毋知捡有无？会去用糟蹋的。伫迄个史书通牒时代、世师治理的时代，迄个背景、迄个社会，毋知安全无？伊要想遮，伊敢想为着伊的大家有通食过三顿。所以伫遮以信心来看见迄个丰富的稳定。所以波阿斯讲：你伫遮等我去努力。第二，咱看伊顺服，大家叫安怎做？明明这是对道德挑战，无好的方法，搁来牺牲伊家己，搁有当时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吧？食紧弄破碗，但是伊顺服。然后咧，波阿斯讲：你伫遮听候，看我去做。伊耐心顺服，伫遐听候，这是头一个哦。第二，咱看讲，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看见伊安怎伫波阿斯的遭总，然后伫遮成为一个拯救者、赎回者。我毋知你有看到无？拯救伊，互伊伫未来有出路，所以伊去城门口，伊去做一个完成律法、完成律法。所以耶稣咧讲啥？我来就是要怎成就这律法。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伊担了后安怎？耶稣讲完成啦，讲了头交落去，开就断。伊伫十字架顶讲完成啦。好亲像波阿斯哦，伊去努力去城门口，然后透过这见证者，然后伫遐来做，然后对方迄个第一顺位摕到伊的下，表示未完成。伊讲要买地，但是无要娶某。你知影迄个时阵，波阿斯心中有偌痛无？伊咧担心讲，伊若好，我甲娶，安尼就去了。咱今仔咱的后壁的结局毋知安怎做，我毋知。但是上帝就是遐拄啊好，互伊拒绝，因为伊感觉无利头，对吧？没有利益可图。伊讲我若买落去安怎？我的囝会使继承啊袂？无法度，拢无名，抓头抓尾拢无名。我开遐钱是有采公义，所以伊怎无爱买？伊就讲好，你无爱买，换我要买，我要娶。伫遮咧上殿讲，迄个拯救者，除了耶稣以外，无别个拯救哦。所以伫遮即个管道煞到伫马太福音第1章的耶稣的族谱。拄啊族谱的后面咧讲，俄彼得是亚西的老爸讲到大笔，其实是要互咱看讲。耶和华的拯救记一直延续到今仔日这个世代，毋是到伫迄个中间就停止。所以上帝拢有美好安排。咱最近咧看这了约书亚记、士师记，伫迄个混乱的世代嘛，咧看见今仔日咱的混乱的世代，总是伫迄个混乱歹的世代，犹原有一个毋茫甲出路，
歹甲安尼嘛是上帝甲因安排，无路通行，上帝无绝因的路。这嘛伫甲咱讲，上帝无绝你的路，毋通用你的方法。所以伫遮，咱看伊讲，通过耶稣伫希伯来人书10章19节到20节，咱做来读来。所以兄弟姊妹，咱靠耶稣流血死，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伊通过丈人，就是家己的身躯，甲咱开一条新高瓦的路。就是讲过去我们用牲畜祭拜，但是安怎讲不能除罪，袂当拄去罪。希伯来人书甲咱讲，耶稣一遍就完成，成做完全的大祭司。所以今仔我们咱今仔毋免搁再拜拜的时阵敬拜时用遐献祭精神，因为耶稣替咱解除啊。所以咱用心灵诚实，用心神甲真实真理来敬拜伊哦。所以今仔咱会通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伫遮来礼拜来敬畏。所以除伊以外，无别条路啦。所以透过耶稣，只有伊过活，其他的生命无对死过活。所以无对死过活，伊无法度互你永远的活命。所以我伫面谈我讲，你面对着往生还是永生，往哪里生，哪一道，不知道。敢毋是？毋知啦。我一个为人先生咧做遮迄个告别书啊，西讲都跋无杯，毋知。兄弟姊妹，咱看讲上帝互咱有一个确据确认，你要洗礼，上帝互你永远的活命。透过波阿斯，伊为着路德，为着拿俄米比班的，就是一个安怎？毋是迄个收割了就无挖无去啊，毋是大尾小尾挂了就无毋忙啊，是有一个延续性。然后咱看后壁有一个结婚的一个美好的图画结局。拿俄米嘛对安尼真做有福气的人，迄个互伊做囝。所以伫遮互咱看伊讲，上帝透过波阿斯的角色。备办一个出路，因为听，互因看到毋茫，无伫迄个若一直伫迄失去的中间会害惨、哀叫，无毋茫。所以今仔兄弟姊妹，今仔上帝嘛要透过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苦啊苦袂了，可能拿俄米比你较苦，但是伫苦的中间，上帝互伊变做甜，恢复。是因为有波阿斯有备办，互因对未来就毋茫，互因煞到伫后壁连接到耶稣基督的族谱。因为一个囡仔出世，互这个救恩连续落来；因为一个囡仔出世伫伯利恒，敢毋是嘛？耶稣出世伫地。伫地马做，嘛是伯利恒啊，敢毋是？所以伫伯利恒中间俄比着出世，互即个救恩落来，各有一位婴仔，是要彰显上帝同在，出世伫伯利恒。即个毋是停留伫遐，要互咱延续甲今仔日洗礼，你就是领受伫迄个伯利恒的救恩落来。愿主来帮助咱，互咱透过因为甲上帝的连接，甲耶稣基督连接，互咱对未来是有毋茫的。所以在厝边妇人人就讲，俄勒，互迄个苦变做甜，你得到一个囝。所以俄比德，互迄个救恩的管道会当锁落到伫你我的中间。最后，咱用这段圣经《约翰福音》6章47到48，咱做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的人有永远的活命，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
这就是透过咱要承接、要领受这个圣餐，互咱对未来有毋望，互你百岁年老以后，你免烦恼，你要何去何从？你要去倒位？要食啥？要啉啥物？要穿啥物？毋免遮个活地人为你备办，因为耶稣就为你备办好势。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伊伫迄个拄好，咱认为拄啊好，但是早就备办好势。互咱用信心亲像路得，伊用信心伫顺服、等待，互这恩典终于。我看见咱杰轩拄啊，我有讲，算算会讲9岁就来啊吼，有吧？11岁哦，哪会阁变啊？对11岁来读咱的品格营哦，对学员、志工。看见伊的生命、伊的品格改变，成长。其实这嘛是要感谢感谢伊的爸母啦，特别伊的老爸吴爸爸安尼看到伊的查某囝，前一阵有一寡只的搅扰是安怎好袂停啦甚至有做只的搅扰、连界的搅扰，总是家己透过祈祷。去解决，所以伊爸爸就讲无你去找你的信仰。你知影，杰森伊努力真久，所以因为安尼，咱有看见咱甲吴爸爸鼓励一下甲祝福一下无简单，我讲要互一个，因为家庭有家庭的延续的信仰总是有看到囡仔的成长。改变，我想这就是一个见证这些嘛要继续努力互上帝恩典透过你来祝福你所接触的人，也互上帝恩典继续伫你的中间满，互人看见讲哇，我真正信上帝，有得到上帝恩典智慧祝福。愿上帝施恩所，甲咱三同在，咱做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你伫万人中间来竞选阮，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蒙恩的子女。你讲阮囡仔信靠你，伫遮领受接纳你的时阵，你就想受阮有权柄，做上帝的囝儿。这款的特权是因为信心，毋是因为阮家己所做有啥物好的德行功德。愿主你来是阮赐福保守看顾保守看顾，互因的心灵拢会通伫遮得到保全，无通险。也保守因伫初信的中间，迄个信心的坚固，行天路这条路程无受影响。祈祷恳求靠耶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举行洗礼，咱来唱。一个吟圣诗354首，第1节、第4节。在唱的中间，请2位要洗礼的来到伫头前。十字架这样，无使用讲因听较清楚的话语了一个是客家人一个是新世代的我们的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耶稣是上帝拯救，基督是上帝的高摩者。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对你们如此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洗礼的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免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来得重生，与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所以现在你们要告白你们的信仰，是灵界天地都在同证。所以请你们注意听牧师的问答，问然后回答。你们有没有信上帝作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你们有没有相信？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没有？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愿不愿意？好，我们先请刘护儿姐妹来跪在讲台前哦。对，刘护儿，我用水跟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愿主圣灵充满你，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同在。你要成为你家族出熟的果子，得拯救的管道，让你所做的能够经历他丰盛的赐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小心。吴杰轩，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主圣灵要充满你，是给你更新的灵，有研发创新的灵，让你透过现代的利器，能够赢得这年轻的世代，也让你不断的充满智慧，不断有上帝新的恩典恩膏充满，让你在创作创新的时候，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圣名，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愿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来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作为陪参会员，有份主的宴席及新约救恩的恩典。一起来祷告，这位来祈祷。慈悲疼痛，为着阮开一条新过活的路的主上帝。你愿意阮每一个人，伫恩典外进入到伫你恩典的国度，愿意赐福气，互因两位，因为因伫遐认捌你，因为因看见上帝你为因备办的丰富的恩典，因用信心来领受，伫因人生的路途，无论几年，拢有上帝你的陪伴。因为你的应允对现在煞到将来，因为你的权柄是赢过天地万物，所以当因互主你的恩典保护，就无有遮会通伫遮搅了。然后你逐工伫因的中间来保护因，愿主赐因坚固因的信仰，直到见主的面。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们。好，请你们向后转。来，咱请小员来接纳，我们来接纳。咱来介绍复活节的属灵同伴哦，这美英姐哦。往前站哈，往前，往前，要照相的就往前哦。好，来，那个复活节往后一点，往后。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复活节他是自己走进来哦。我也记得我2年前2年前就在楼下哦，这个家小组所以看这小组多用心哦，哎。2年外前伊早家己行入来唔知要找啥。呀，我伫遐甲伊讲，有带伊做决志啦但是经过2年，有遮个区长、小组组长的陪伴我们为他来拍手祝福有他的家人。来介绍杰轩的爸爸爸爸站起来还有这些
还有礼物，还有没有？外面还有没有要送的？赶快，好，那个青年欢呼一下，来为你们的同伴欢呼一下。好哦，无要搁送啊好，我们就请回座请回座啊。等一下会后，我们会跟小会员长老一起照相。来，我们来唱圣诗我们要预备来领受圣餐。圣诗圣诗356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你有洗礼、有受洗、坚信、信仰告白，这兄弟姊妹，请咱做伙来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暂时不要接受。你也未洗礼，请暂时莫接受伫你头前这个葡萄汁甲饼。亲爱兄弟，请咱做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我的身体，为恁拍破的，为你们舍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咱也照伊的模样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主耶稣，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拍破你的石盘身，互阮通美伫你的一股下，帮助阮伫不配中间，因为你的牺牲、你的愿意，互阮会通成做上帝恩典国度的子民。感谢主耶稣，因为你的疼，遐尼长阔关心。互阮会通因为安尼来感受到你的疼甲同在，你也为着阮备办一条永远的出路、永生的道路。互阮会通伫你的内底看见未来命运的盼望。感谢主，因为你的疼，互阮做伙伫遮来领受，透过这
饼甲杯激励阮，成做上帝国荣耀的见证。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新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用你头前有即个2合1的杯甲饼。咱准备成了好吼，伫恁头前毋知有无？头前有一个2合1的有无？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这个较歹抓啦吼，所以请咱注意。毋知有人无刻着啊无？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咱搁一遍用感谢祈祷来到伊面前，咱做来祈祷。感谢主，互阮会当因为你的恩典，阮做伙领受甲主同坐道，激励阮，互阮无路通行。你就是阮的倚靠，你就是阮的出路。互阮伫苦境的中间，对无，因为有你，阮变做有，变做丰富。祝福互阮大家手所做行通顺利，心神勇壮，肉体勇健。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这是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对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的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感谢你，互阮过教会的生活，到圣殿敬拜你，帮助阮仰望你，有勇气、有信心，行入上帝恩典的路。阮奉献时间、金钱、
做圣工的路用，求主甘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们请坐，这是咱请由牧师来报告。请坐，请坐。报告的大声要先来介绍头一遍第一次伫咱中间来敬拜的兄弟叶秀良兄弟伫咱中间叶秀良弟兄咱甲欢迎请坐请坐。其他有爸爸已经有介绍过佫有头一遍伫咱中间第一次新朋友有无？好，咱也欢迎伫空中毋是空中线上的兄弟会当倒转来到伫人间阮人的中间好来，咱来看周边消息咱已经恢复实体的即个礼拜咱兄弟咱会通回家回。做礼拜其他的礼拜的聚会活动拢伫周报第4页，请咱家己来看。咱也感谢主，今仔日有2位即个姊妹来洗礼恭喜因诚做教会家庭的一份子咱伫7月17到10月16有领受列车的培训，互咱的生命成长，知影安怎领受福气也诚做咱即个亲情朋友施恩祝福的管道遮有即个材料费请咱会通直接报名来交特别鼓励咱的中级同工区长、小组长因为咱要牧养，咱也知影安怎引带来关心因的心灵咱若不便来教会，请咱通利用线上或者奉献的系统，因为你的参与支持，互咱教会对社区、对即个世代传福音会通顺序有教育的资源，同时嘛会通成做你领受上帝福气的一个管道，所以毋通互束缚伫你的中间来停止。咱会当透过这个方式系统来支持咱也看见透过这个服侍咱对儿童伊起来到青年伊得到救已经伫遮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咱的儿童甲幼儿的阿加佩已经恢复实体的聚会咱特别为着这个世代这个儿童来帮助因为因祈祷。我们无受这个病毒的感染，咱也有这个林顺正长老的妈妈林顺香妹长老娘，伫6月28顶礼拜2望主恩调，上帝透帮伊伫世上的劳苦享年92岁，要定伫7月初9下昼2点伫大溪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愿主的安慰，甲顺正长老因的家族同在安慰因失去至亲的心。咱张正昌兄弟的丈人啦也嘛是伫顶礼拜3阮有落到婚林的考湖，伫遐来参加这黄长老这告别礼拜小女节伫遮因有嘛伫遮代表家族甲因感谢啦咱也继续为着小女节失去老爸哀伤请坐来继续为因来祈祷请坐。好来7月生日的有无？7月寿星请徛起来。咱来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看无甲因祝福，咱做伙来祈祷，犹原徛伫吼。主啊，你赏赐活命，你也赏赐逐样的恩赐、才调、福气，临到伫阮的中间，特别为着7月的这生日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线上，也是伫阮现场，你是平平所赐予人的上帝。你伫耶稣基督已经将天顶逐样属灵福气要赏赐予敬畏你，用你的名来祝福因心身的勇健，灵魂体得到兴盛。赐福气，互因出入平安，所做行通顺利。照着你圣经所记载应允，当因用信心大大开嘴，你就大大充满。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愿属毋忘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毋忘。罗马书15章13节，搁一遍。愿属毋忘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毋忘。罗马书15章13节。咱来吟祝福的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入去说，请牧师来祝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祝福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恁大家伫行无路拄着困境的时，耶稣正做恁的路，为着恁开一条高深高外的路，毋忘的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充满恁，赢过死亡的关系，困难来临到恁。天父上帝也用你慈悲的圣手，正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出入，得到平安，无受到这个黑暗的世代、这个病毒的搅扰。天父上帝，你所赏赐的圣神也充满阮，甲阮三同在。阮认捌你是赐恩典的主，互阮会当用信心来领受你永远的救恩，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咱的礼拜就到这，我们礼拜到这边。愿主的恩典、平安，甲咱三同在。请两位要洗礼吼，来到头前。咱的小会员牧者团队